Hello 大家好，呢個時大家見到今日咧，我喺條街嗰度行緊喎，點解會咁嘅咧？我而家喺高雄嘅位置啊，我而家喺呢個嘅生態園區，呢個開場有少少特別，就係記錄翻我喺台灣今日嚟一個小小嘅街拍，應該得我一個嘅咧，因為抌低咗女朋友喺嗰間叫 Lab 嘅 salon 整頭髮，咁而家就我自己嘅私人活動時間，佢同我講咗大概要5個鐘頭，而家嘅時間係11:36啊，咁即係5個鐘頭，5個鐘頭後就大概呢個嘅4點半左右，咁我就有呢5個鐘頭嘅自由活動時間喺呢個生態園區。完全未嚟過嘅地方，第一次過嚟，咁就揾下有咩嘢食先。好鬼曬啊！曬到癲鬼咗，都第一次咁樣一路行一路影嘢俾大家睇。一陣再俾啲街拍 POV 大家睇。而家醫咗個肚先，一陣見。佢周圍都揾唔翻呢個嘅芝士全芝士嗰個三文治，最多就得翻呢個雙倍芝士火腿蛋。之前有個芝士4重奏定係乜鬼嘢，而家係完全消失咗，想食翻我都食唔到。啱啱我女朋友去喺全家度食到個瘋狂芝士，食咗佢一啖，好鬼正。咁我而家就唯有就係買呢個咯，啲風芝士雙倍起司火腿蛋，就係雙重芝士，就買呢個。今次嚟高雄咧就有啲轉運啦，有呢張卡，呢張係一卡通嚟嘅，喺機場抽嗰個金福金。你好，要加熱，然後還有一杯冰美式。大杯的嗎？中杯就好了。好，一卡通。好的，謝謝。一陣加熱咗嘅三文治。哎呀，係啦，咁就嗌咗一杯冰美式。不過聽台南朋友講咧，呢個嘅全家嘅七仔咧係好味過全家嘅美式咧係好味過七仔，咁但係喺全家都完全冇晒芝士三文治，所以咧今日就喺七仔見到呢個雙倍芝士，咁就食雙倍芝士三文治加杯七仔嘅美式，咁食個三文治就開始掃價啦出去。所以同芝士都唔加價，目標咧住紅水珍咯，平版講緊呢張，咁就39蚊台幣，仲乜都唔使。加埋杯美式，仲係凍嘅，90幾蚊台幣，即20零蚊港紙已經食咗。今日嘅啱使咗唔使100蚊台幣，抵到爛。最緊要係叫做唔使錢啊！多謝台灣你政府，多謝客可以享受到呢啲咪福利優惠。好啊，我買咗先啊，我買咗埋先，唔得㗎。好啦，食完啦，而家就出發去街拍。出翻嚟呢度係啊71，好啦，大家見到我頭先係揾緊餐廳嘅，而家食完嘢，我都費事食咁貴，食個三文治，飲杯啡就行。巨蛋喺呢個方向行，高雄巨蛋步行距離14分鐘嘅啫，咁就睇下14分鐘影咗啲咩啦。而家就開始準備街拍，轉 POV 視角。另外仲帶咗支25.1.2毫17 100嘅油錢，上翻心口先。OK，let's go。今次我校咗個顏色咧係呢個嘅，我自己砌出嚟，咁就砌咗2個 Fuji 顏色，好似 Fuji 嘅 recipe 咁樣咯 ，Film Simulation Recipe。而家呢個色咧，我校咗佢有 C1、C2 㗎，我校 C2 係 Superia 個色就偏暖翻少少啦。咁就喺台灣影係好夠玩。暫時我都熟習緊呢部機嘅操作嘅，但係用落都越嚟越方便啦。個操作上，個構圖上啊、對焦啊各方面咧都係好好用，隨時校光圈快門咧，影出嚟都好輕鬆、好簡單。今趟旅程係第一次咁樣可以喺條街度周圍行、周圍影，同埋真係呢部機個對焦啊、連拍速度方面等等咧，係非常之快同輕便。
以好有 feel。又有啲軍用機飛過，呢個構圖都可以好靚。其實而家 keep 住喺個光圈係5.6，因為而家個太陽好大。喺5.6光圈情況底下，我就係調校個快門速度去到配合翻 ISO 咧，我就係 auto 嘅啫，有佢變。但係去 auto 咧，佢最低可以我 set 咗個 range 係由擴展嘅80去到最高3200。呢個嘅 range 係好足夠喺今日嘅場景用啦。你見到一係就陰暗啲嘅環境，陰暗啲環境咧，自己提升翻個 ISO 啦。其實呢度都真係好日本嘅小家小學。飛架，人民生活好多都係靠單車啊、步行，有 feel。如果一陣再有多個踩單車人過咧，加埋呢個前景影出嚟應該仲靚。大家睇到咧，我影相出嚟嘅畫面，直望佢就已經係漢神巨蛋嚟啦。其實我行過去巨蛋10零分鐘，我咁樣都影咗都有10張相左右啦，係有 feel 嘅。一陣再影埋我搭捷運翻去鹽埕埔嗰頭。喺陰暗嘅位置咧，其實係幾涼爽嘅。只不過出太陽嗰陣時咧，而家講幾度？最高28度啊！睇咁應該都差唔多28度，所以係都幾熱嘅。不過就始終冇香港嗰種濕咯，就會比較舒服啲。哇！呢條馬路係點樣過嘅咧？呢啲位喺冇車情況底下影出嚟。喺高雄咧，其實我最開心就喺公園嗰度，其實可以隨時見到好多小動物。呢個係咩公園嚟嘅咧？check 翻先。公園之心啊！哇，咁樣3張凳嘅構圖，佢啲凳係俾人喐咗喎。其實，如果有狗仔咧，即刻開翻個狗和貓嘅對焦，唔知方唔方便俾我影相咧？係得意嘅。Hello， 可以拍他照片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Hello， 他亂吃東西。哎呦，你吃什麼東西呀？好多好多奇怪的。哎呀。哎呀 ，Hello， 亂吃東西。哎呀，對呀，他叫什麼名字 ？Kobe。Hello。哎呀，沒東西吃啊！我剛剛吃完三文雞。是嗎？好吧 ，Kobe， 拜拜，拜拜，好可愛喲、哦，拜。哇，咁又可以影到隻狗仔啦，可愛。哇，喺度明影相嘅爸爸。有 feel， 有 feel。咁你見到我而家個快門咧，去到1250分之1嘅光圈咧，我收到去5.6咯。哇！呢個係公園之心啊！咁啊，藝術裝置。哇！個快門再快啲，ISO 居然同我開到600幾啊！不過都 OK 嘅。然之後呢部機個翻轉形態係咁樣翻嘅，咁我就可以揾一個得意嘅線條，影張相呢個位，我諗咁樣啦。咁我光圈我收到9啦，但 ISO 繼續同我用到差唔多成320 OK。我見到啲好勁嘅嘢，哎呀！哇！我知啱啱拉筋嗰下，唔知有冇機會再影埋咧？光圈翻最大先，哇！哇姐好強姐，哇！阿姐有啲料到，等阿伯行翻去個光啲嘅位，我都跟住行先。好，等伯伯行翻去個光啲嘅位咧，影出嚟我啲，出翻嚟，我出翻嚟，哇喺！咁呢個嘅公園就大概係咁樣啦。
而家行過去巨蛋站7分鐘，踩單車3分鐘，咁即係上車踩到。咁我都係行過去啦，行小區啦。小區應該多啲嘢睇。喺台灣即係見到好多呢啲反光鏡，最重要係咩？個反光鏡係好清澈嘅，所以我哋都好中意喺依塊鏡度自拍。跟住仲有條草添，你喺呢個位咁樣影張相自己。我喺邊啊？我喺角落頭度㗎。哎呀！好有禮貌，大家都。我影相佢都會停低 ，OK 㗎。佢哋啲字體真係都好靚。其實見到呢個注意個字體咧，正常喺香港一定有啲好奇怪嘅筆畫去到做咯。啱啱好有個姐姐喺個鏡頭下邊，係喺呢啲機車出發，俾大家機車我過。啱啱好。哇！呢度有兩塊對住嘅鏡，好有趣。可唔可以一次過影晒兩塊咧？係難啲嘅，但係好得意。淨係咁樣一排燈，呢度就要開翻大嘅光圈咯，開翻2.8先。喺過程中我都其實一直係會轉換個光圈快門嘅，即係唔係話完全用死一 set 咯。所以我用呢部 OM3 嘅時候咧，更加地係全手動。哇！型啊呢個！哇！啫〜好啦，嚟到漢神巨蛋啦，嚟到巨蛋站落去搭呢個嘅捷運。好，過得。加埋踩單車過。點搞？可以。我喺3架的士。漢神巨蛋，哇！呢個位影一張先，對角線啊，呢啲係。再加埋呢個個名。個光圈我已經收到9㗎啦，翻門1/5000。好，入去過下冷河先，休息陣。我正常咧都係會熄咗個 Touch Mon 嘅，攞翻個對角線影翻個巨蛋嘅外圍。高雄巨蛋 check， 呢排咁整齊咧，我就會忍唔住咧要影翻張。不過最大嘅光圈呢度掃過 U-Bike。加埋個光影喺度，呢個巨蛋站啊！翻到嚟巨蛋站啦，行到過嚟，咁而家就入閘翻去。上車。哇！出閘啦！嗱，大家可以感受下個變化。而家陰涼位置，跟住準備出翻去呢個嘅，哇！死光啊！就眼前呢條路一路行過去，大家如果望到最盡嗰個位呢棵樹呢度中間呢，就係我哋間酒店位置。呢間就係我哋住嘅酒店啊，高雄。完全唔記得咗錄俾大家睇。攞咗張悠遊卡，呢張先係現實房卡。哇！個頭嚇勁大風，不過係曬。翻去酒店，決定嗌 Uber Eats，叫人落去攞嘢食，就咁咧。翻個暫物房啊，一陣我會出去出邊
曬太陽，舒服。是但嗌一杯 Uber Eats 嘅外賣咖啡咁好飲，就係咁啦。拜拜。